NDS 1號候選內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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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哋係 NDS 1號候選內閣。飛會找到新的感覺，飛會找到新的觸覺，飛翔在夢的一方，展開生秘探索。發現自己不漂亮美麗，發現自己眼睛太細，發現自信也都荒廢。當發現活着只不過一個軀體，自我與自己不再聯繫。青春之後接過有時無情的洗禮，重擔是別人的認為，難過是勇氣開始節制。生命或許可以從頭來。